咱再来看，开学无到一礼拜哦，高雄已经有袂少学校因为肠仔病毒停课了。市政府是统计有23班停课，幼儿园有18班，托婴中心有5班。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嘛显示讲，8月25到8月底哦，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的人是比过去4档的同期搁较侪，所以提醒家长和学校都要好好预防。老师带囡仔练洗手歌，教囡仔安怎把手洗好清气。上课时阵嘛，透过引导提醒囡仔什么时阵爱洗手。小朋友小，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从上学年到现在，其实我们都很落实在戴口罩这件事情，还有勤洗手。那这个真的可以减少肠病毒的发生。有防肠仔病毒，高雄市的新上国小全力拼防疫，目前校内也无班级因为肠仔病毒爱停课。不过市府统计，为8月底到9月初3，开学才无到1礼拜，高雄就已经有23个班因为肠仔病毒爱停班停课。回到学校，尽管在各个班级，老师们他们都会进行消毒，但是孩子们他们忽然间聚集在一起之后有可能有一些互相病毒之间传递。肠病毒疫情每年大约至9月开学之后，可能会出现第2波的疫情高峰，请家长以及教托育机构务必提高警觉。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8月25到8月底这礼拜，就有14279人次因为肠仔病毒就医，比顶礼拜佫增加2.4%，嘛比过去4年同期佫较悬。目前正咧流行期，因应全国已经有5例肠仔病毒感染并发重症，提醒家长甲学校就要带囡仔认真洗手，建立正确的卫生观念。记者高雄报道。